今日會進行想像同靜觀練習，會幫助我哋聚焦於當下嘅感受，並學習用非批判嘅方式觀察自己嘅思維同情緒。請揾一個舒適嘅坐姿，雙腳平放喺地上，背輕輕地靠在椅背上，感受到椅背支撐住你，身體嘅重量，沉重嘅肩膀，慢慢放落嚟。請你慢慢閉上眼睛，將注意力放喺你嘅呼吸上。呼吸可以幫助你放鬆，隨住呼吸變得更深，你會感到越嚟越放鬆，越嚟越能控制自己嘅狀態。請將手輕輕放喺腹部上，想像有個氣球喺你腹內。當你吸氣時，雙手可以感受到腹部嘅氣球被推起嚟，跟住再緩慢地將空氣呼出，感受到腹部嘅氣球自然咁消落嚟。我哋再試一次，慢慢吸氣，感受到空氣由鼻腔進入身體，可能會有啲冰涼嘅感覺。跟住慢慢呼氣，呼氣嘅時候，身體會慢慢放鬆落嚟。請持續地將注意力放喺呼吸上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而家嘅你有啲咩感覺嗎？無論係焦慮、平靜，定係其他感受，都請允許佢哋嘅存在。如果有一啲念頭飄過，可能係對債務嘅煩惱、家人間嘅關係、賭博時嘅回憶等等。請記住，呢啲感受或者念頭只係暫時嘅，佢哋會嚟，亦會走。我哋只需要確認佢嘅出現，然後讓佢離開就可以啦。我哋繼續將注意力放去呼吸度，用鼻吸氣，用鼻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好好，你做得好好。繼續專注喺你嘅呼吸上，慢慢咁，輕輕咁吸氣，慢慢輕輕咁呼氣，慢慢地吸氣，慢慢地呼氣。每一次呼氣，你都可以感覺到自己更放鬆，
更能控制自己嘅狀態。所有嘅煩惱先放落嚟，呢種感覺係舒服嘅、輕鬆嘅，係你想要嘅，更加係你所期待嘅。繼續慢慢輕輕咁吸氣，慢慢輕輕咁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現在我會慢慢由5數到1。當我數到1嘅時候，請你慢慢張開眼睛，由而家放鬆嘅感覺，慢慢返到清醒狀態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請你慢慢張開眼睛，感謝自己今日嘅努力。